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一粒米，百粒汗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咱食的每一粒米，拢是做田人为报田、引田到收成，辛辛苦苦流真侪汗，才会当得到的。这其中的过程，阁有天气的因素、虫害的问题，拢需要用心、用体力来看顾，咱才有通伫饭桌食到香公公的饭。所以这句俗语，毋但是要互大家了解做田人的辛苦，嘛有劝人讲，食米毋通讨债，桌顶的饭菜就爱食好清气。这嘛是对付出心血，甲饭菜放伫咧你面头前的人的尊重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